继续来看国民党今年的9月要来改选到党主席，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到专访来表态咯。伊讲伊非常毋望会当来交棒。啊，讲到后一任党主席热门的人选，台中市长罗秀燕，朱立伦讲因的交情是真深哦。啊，那罗秀燕是毋是要来选党主席，也是无正面回应。 伫咧市政现场，甲主地兵立委廖伟雄带伫咧身边，展现家母的气势。只不过针对党内抗争的声音，地头团阿姨参选党主席罗秀燕共款真热贴。上班时间不谈政治，不谈选举。好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现任主席朱立伦那一摆强调欢迎竞争，进前接受专访时，朱立伦嘛头一摆表态，真希望顺利交棒。 嘛讲到家己和罗秀燕的感情真密，要互任何人找康芳两未来机会。不过这当中敢若讲出退位宣言，心内伫咧想啥货咧？主席过去有非常多的辛苦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，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非常有智慧的共同决定啊，未来的领导的大家长，国民党的团结一起，我们先把大罢免这一关啊，我们先能够守住民主制衡的力量。 根据朱立伦讲到，国民党主席改选的时间表，今年7月公告，9月选举，10月交接。目前除了已经宣布挑战的张亚中之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除了将做上强的组合，各经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。不过无论是谁做大会，眼前那赢面对大罢免这一战，嘛是爱喙齿紧加的先给下过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